接落嚟呢首係《錦江詩雲》，係講述唐代詩人袁彌之以成都著名詩妓，即係叫官妓薛圖，由互相唱酬而結成詩侶。後來薛圖因為得罪咗官員，兩人被逼分離。呢日彌之重返故地，探訪獨居而正在患病垂危嘅舊詩侶，兩人見面互道心聲，薛圖更感懷身世，境況凄然。而家有請由麥慧娟小姐同埋羅玉珍小姐為我哋演繹呢首《錦江詩雲》。姐姐。
利
盡，想繼續聽呢？喺呢度我哋要特別多謝